约翰的批一书，约翰一书第1章。我要甲恁说明，创世以前就存在迄个活命的道。这个道，阮有听到，有亲目看到，有详细看到，嘛有亲手摸到。这个活命已经显现，阮有看到，现在做见证。佮对恁宣布，原来甲爸同在，佮已经有对阮显现，这个永远的活命。阮看到，佮听到的，现在嘛对恁宣布，是要互恁嘛通甲阮有团契。这个团契是阮甲爸甲伊的囝耶稣基督中间的团契。阮写这个是要互咱有圆满的欢喜。阮对上帝囝听到，现在传互恁的信息是安尼：上帝是光，伫伊完全无黑暗。咱若讲咱甲伊有团契，犹旧继续伫黑暗中生活，是讲白贼，无实行真理。毋过上帝伫光明中，咱若照安尼伫光明中生活，咱就互相有团契。伊的囝耶稣的血会继续洗清咱拢总的罪。咱若讲咱无罪，是骗家己，真理无伫咱内面。咱若承认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公义，要赦免咱的罪，洗清咱拢总的不义。咱若讲咱毋捌犯罪，是甲上帝看做白贼，伊的道无伫咱内面。